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礼拜开始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谢谢你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保守眷顾我们。主啊，你真是带给我们帮助的上帝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你都一直看顾我们。特别在今年，我们经历了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，你依然保守眷顾我们到平安，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今天是教会所设立感恩节的礼拜，求主让我们学会感谢的心，将我们自己全心全意的献上，也求主悦纳我们所献的一切。我们特别将今天的礼拜全然交托仰望在主手中，求主保守眷顾，求主与今天服侍的众同工同在。主啊，你就激励他们，借着他们的带领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教会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带领保守眷顾，充满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使用双联教会，成为万民的祝福。让我们所推动的各项事工，让我们所设立的各个机构，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主啊，同时我们将我们的国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保守眷顾，让我们国家得到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在感恩节的主日，让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、赞美我们的神。感谢主，神今天就要恩膏你的生命，神的恩典更多、更多就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哈利路亚！神说：“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”让我们一起站立，用心灵诚实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求神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来倚靠他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。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，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有路出来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。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，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有路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。耶稣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。握你双手，主啊，你的话让我们明白，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有路出来。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掌声归给荣耀的神，感谢神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永远不离开。我们要握住你大能的双手，永远不放开。感谢神，你对我们的爱无所不在，在你的爱里面，我们满有盼望，因为你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和力量。而且你的话语也充满能力，使我们因你的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，让神每一句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
主啊，愿你的话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里，至高神的能力覆庇这里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而行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里，至高神的能力覆庇这里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。主啊，愿你的灵照你应许降临。照你去降临在这里，至高神的能力覆庇这里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，话而行。使我因你话语，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，因你的灵与我同行。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，使我心的坚定。主啊，使我因你的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。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，因你的灵与我同行。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，使我心的坚定。愿你的灵照你应许，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里，至高神的能力覆庇这里。我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。我愿意，我愿意降服你，告诉神说，我愿意降服你。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而行。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让祸患必不临到我们，灾害也不挨近我们的帐篷。不论是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他在保护。他的爱和保护，一步一步地提醒我们走在一条恩典之路上。你是我的主，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。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。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是的，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，你手，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是的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许多人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着我们。在今天这个感恩节的礼拜，我们谢谢你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为你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谢谢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让我们走在这恩典之路。我们的祷告不完全，要用主教导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谢谢米利安敬拜团以美好的诗歌赞美来开始今天的礼拜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中上帝的话语，请大家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7章12至14节。撒母耳记上第7章2至14节，记载在现代中文译本第324页。上主的约柜留在基列耶林城很久，大概有20年。在这段时期，以色列人都向上主求助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民说：“如果你们专心归向上主，就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和亚斯他路女神的神像。
你们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上主，只侍奉他，这样他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。”于是以色列人除去巴力和亚斯他录偶像，只侍奉上主。撒母耳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到米斯巴，对他们说：“我要在那里为你们向上主祷告。”于是他们聚集到米斯巴，他们打水来浇在上主面前，当作祭物，并且禁食一整天。他们说：“我们得罪了上主。”米斯巴是撒母耳替以色列人处理纠纷的地方。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那5个非利士首领就带领军队出来攻击他们。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很害怕，就对撒母耳说：“请继续为我们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祷告，求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。”撒母耳宰了一只小羊做全身的烧化祭献给上主，他祈求上主帮助以色列，上主应允了他的祷告。撒母耳在献烧化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攻击。正在这时候，上主从天上雷击他们，使他们溃乱逃退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，一直追击敌人到伯甲附近，沿路击杀他们。后来撒母耳在米斯巴和散之间立了一块石头，说：“上主一直帮助我们。”于是叫这石头做以便以谢，意思是帮助之石。这样非利士人被打败了。撒母耳有生之日，上主没有让非利士人再侵犯以色列领土。从以格伦到加特，所有被非利士人夺去的城镇都被归还了以色列。以色列收复了全部领土。那时，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和平相处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又受感动去做的人。接下来要传讲讯息的是蔡主任牧师，讯息是圣经人物系列47撒母耳2，请大家一同恭敬来领受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上3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了以利跟撒母耳2个不同的家族。这个2个家族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态度不一样，使他们整个家族的结局是不同的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撒母耳如何使以色列的百姓来蒙福。牧师最近在读经以及信仰的体认的过程当中，有这样的一种感受：一个领袖，不论是政治上的或是属灵上的领袖，甚至是家中的家长，常常会因为他们的抉择而影响一个国家、一间教会、一个家族，有不同的命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论你的身份如何，我们事实上都掌握有一定的权利。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个正确的抉择而带给一群人祝福，也有可能因为一些错误的决定而伤害了某些人。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，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领袖如何带领他的百姓，他的被领导者成为一群被蒙福的一群人民。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主啊，此刻我们要领受你的话，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你的话，也是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语来行，使我们因此而蒙受祝福，也使每一个与我们接触的人领受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经文的背景。在祭司以利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我们上回已经说过，他的2个儿子非常的悖逆，违背上帝的话。那后来有一次，非利士人的征战当中，他2个儿子都战死了。
甚至连象征以色列信仰上帝同在的约柜，居然也被非利士人给抢走了。最后连以利也死了。这时候以色列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后来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，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有7个月。但是因为这个约柜的缘故，上帝施行一些审判，造成非利士人很大的困扰。不单单是他们的神明大滚的神像被破坏，也让他们得到很严重的这个传染病。所以非利士人就决定把约柜送回以色列人，还给他们。那所以经历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，以色列人发现说，虽然他们打败仗，但是他们所信奉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上帝自己征战。这个时候撒母耳也开始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带领他们。因为全以色列人他们都体验到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时候，这时候撒母耳就带来一次宗教改革。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国内还有一些人敬拜巴力跟亚斯他路女神，所以撒母耳要求他们把这些偶像全部毁掉，让全以色列人专心归向神，而且单单侍奉神。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改变，后来又遇到非利士人来对他们挑衅，要来攻打他们。他们要求撒母耳替他们跟上帝祈求，结果上帝也施行神迹，让以色列人打败了来侵犯的非利士人。所以这个时候撒母耳就立下一个纪念的记号，他用了一个石头设立了一个记号，叫做以便以谢，宣告说从过去到如今上帝都帮助我们。这就是今天的经文的整个背景。那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今天的题目叫做以便以谢。这个以便以谢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由2个字所组成的字，以便是石头，以谢是帮助。那整个意思就是帮助之石。也就是说撒母耳立下一个记号，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是他们永远的帮助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经验当中，他们去体验到上帝就是一个以便以谢的上帝，也就是说上帝是帮助他们的磐石。那我们分作2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。首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以便以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个真实的帮助。牧师不知道大家所体验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，但是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永远的帮助者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跟以色列人他们所经验的上帝是一个充满能力，而且这个上帝也是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的上帝。事实上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个帮助者。我们常常背诵的圣诗这个诗篇诗篇121篇，和合本这样写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这段经文写出了这个诗篇的作者的一个信仰告白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上帝是帮助者，而且这个帮助者是随时的帮助者，是日日夜夜不打盹的帮助者。我们人有时候会互相帮助，甚至我们最亲爱的人，我们也想要完全的帮助他。可是究竟我们人是一个软弱的人。我记得我们家大女儿要出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嘛，那牧师娘那时候要生产因为那个木星长得比较大了所以
牧师娘的个头又比较小哈，那生产的过程当中比较不顺利哈，那一直到预产期还没有生出来，那医生就说那我们就用剖腹的方式哈，所以因为用手术的方式生产之后，牧师娘就在医院要住几天的时间哈。那时候我就说那你放心哈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哈。然后说牧师娘就说那其实平常也不需要你照顾，因为医院里面都有护士小姐啊。不过晚上的时候哈，如果我要起来上厕所，拜托你协助我一下啊。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了哈，比较好睡了哈。据说了哈，他晚上要起来上3次厕所，叫我都叫不醒了哈。那我虽然我是很想照顾好牧师娘，很想给她很好的帮助，可是哈，人的软弱究竟是有限的，所以人可以给予别人的帮助很有限，所以牧师娘现在一直记在他的心里面，到前几天还在念我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理解哈，我们人生能够依靠谁？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人？我们一生当中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困苦，谁又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？只有依靠生命之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？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就是如此。其实在我们牧师牧会的过程当中，我也是亲自感受到上帝对我的帮助，上帝真是随时的帮助。所以牧师要鼓励你们，在信仰生活当中去体验上帝是我们真实的帮助者。特别今天是感恩节的礼拜，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来思想上帝是怎么样日日夜夜保护我们，从岁首到年终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今年我们其实是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一年，有武汉肺炎的疫情在全世界各地蔓延，但是我们依然得到很好的保守。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要去体验上帝真实是我们的帮助者。那这一句以便以谢的第二个意思是上帝是磐石。石头在圣经的象征意义是它是一个磐石，是一个稳固的绝不动摇的，是一个屏障，是一个堡垒，是一个保护者。这提醒我们说上帝是一个我们可以完全依靠的磐石，它就像稳固的磐石一样，上帝的帮助就像磐石一样的稳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也就是说，人生当中有很多会震撼我们的事物，但是上帝如同磐石一样稳固，永不动摇，成为我们生命极大的祝福跟帮助。我非常喜欢一首圣诗哈，这是我们台语圣诗的189首。它虽然有翻译作华语哈，不过我比较喜欢台语这段诗歌哈。这段诗歌叫做“万古磐石为我开”嘛，不过我觉得台语翻译的特别美哈。它是这样唱的哈：替我破石半心，予我秘伫你内面。你双手插遐袂开，空嘴流出花甲水，两项讲，予我拢爱，写做细心拄歹代。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特别是台语的翻译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磐石，但是他自愿替我们打破他的身体，让有罪的我们躲在他的里面。这首诗歌的作者他为什么会做这首诗歌？是因为他有一次在旅程的过程当中遇到极大的风，非常大的狂风大作，使他无法继续向前走。在遇到这么大的危险挑战的时候，
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石洞，他马上跑到那个石洞里面。在这个洞里面，他发现外面是狂风暴雨，但是洞内却是平静安稳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所以他想起主耶稣基督是普世万人的拯救磐石，而且他又愿意为我们打破他的身体，把我们保护在他的怀抱当中。所以他就写下这首脍炙人口、感人肺腑的诗歌。事实上，在每一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常常用这首诗歌来鼓励我。我们就是这么样大的恩典，被主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把我们包裹住，让我们得到十足的安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的作者以及我们身旁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都跟我们说，上帝是永不摇动帮助我们的磐石。那既然上帝是磐石，是帮助，我们如何领受这样的帮助？以下牧师要跟大家分享3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我们一步一步来学习如何领受以便以谢这样的一个恩典。我们看到，首先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理解：以色列人民之所以可以有这个以便以谢上帝是帮助的经历，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，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悔改归向主。你看这段经文当中，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民说，如果你们专心归向上主，必须要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跟亚斯他路女神的神像，你们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上主，单单侍奉他，只侍奉他，这样他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。换句话说，悔改归向上帝，单单侍奉真神上帝，这是得到上帝帮助的一个必要条件。那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听了撒母耳的话，他们就除掉所有的偶像，并且聚集在米利巴，承认自己的罪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做了一个动作，他们打水浇在上主的面前。打水浇到上主的面前是怎样？这个水是象征自己的眼泪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把他们的心，把他们的泪水，就浇灌在上帝的面前，表明自己迫切真诚的悔改。所以悔改是领受以便以谢，是领受上帝帮助的一个必要条件。其实这个道理不难了解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不听上主的话，你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呢？如果我们回去看在撒母耳上的第4章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同样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打仗。那时候他们第一次跟非利士人征战，他们满怀的信心，甚至把约柜拿出来。约柜是怎样？象征上帝与他们同在。他们想说这样子一定会赢，他们高声喊叫，把约柜拿到战场上，结果怎样？居然大大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悔罪，本质上没有改变，上主的帮助就不会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领受神的帮助，我们有一件事情，你要去查验你是不是有得罪神，是不是有得罪人的地方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愿意全心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上帝在我们中间掌权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需要全心悔改归向上帝。那第2个因素，除了悔改之外，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要倾向上帝，一心归顺。我们接下来看圣经当中说，这段时期以色列人都向上主求助。如果你去看和合本的圣经，它的翻译是说，这段时间以色列人都倾向耶和华上帝。什么是倾向呢？倾向原文就是说，他都悲伤的向上帝哀求，也就是他们全心全意的寻求上帝。
生命完全倾向上帝，他们为了要得着上帝的帮助，以便一切，所以他除了查验自己的罪、认罪悔改之外，他还倾向上帝。我们还要检视我们生命当中，你倾向的是什么？因为倾向什么带来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。你白天想什么事物，如果你一直想，你晚上的时候做梦都会想到。像牧师礼拜六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们猜我常常会梦到什么？常常我会梦到我在讲道，因为我礼拜六他们整天都在预备第二天的讲道。那同样的，你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在想什么，就是你的生命倾向什么时候，你就会受到它的影响啊！有一些朋友很喜欢玩电动玩具，他可能眼睛闭上，就是那个电动玩具就出现了。有些人喜欢思想，追求这个属世的东西，他一闭上眼睛，就很容易被这个东西吸引掉。所以他的生命倾向什么，带来的结果不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我们的上帝是以便一切的上帝，是随时帮助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的内心就要倾向上帝嘛。你一旦倾向别的事物，就没有办法真的得到上帝的帮助嘛。我们要寻求帮助，我们就要去接近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真神上帝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那单单倾向也不够，还要怎样？还要一心归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只倾向上帝接近上帝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全心委身，专心的归向上帝，单单侍奉他。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们专心归向上主，就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。你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上主，只侍奉他。所以因此以色列人就除掉巴力以及亚斯他路的这些神像，单单侍奉上帝。所以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就看到撒母耳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的。他做了一个宗教改革，这个宗教改革就是要求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弃绝掉，让他们可以专心仰望上帝。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我们除了倾向上帝，去思想上帝的事物之外，我们还只能单单的仰望上帝。所以问题的重点是说，我们有没有三心二意？我们往往希望上帝来帮助我们，可是我们又倾向世界。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对他一心的归顺，正像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。那当我们愿意倾向上帝一心归顺之后，我们人生还是会遇到许多的征战。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？我们看到当他们全心归向上帝的时候，征战没有因此而消除。非利士人的5个首领知道他们聚集在米利巴，他们就一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。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像第一次一样匆匆忙忙就要上战场去征战，他们做了一个动作，他们对撒母耳说请继续为我们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祷告，求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。所以他们知道这一次要透过祷告把他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，然后全心信靠上帝。他们用这个动作来表示他们全心归向主，凡事要依靠上帝。就是因为这个相当大的这个转变，让他们领受上帝所为他们带来的祝福，领受上帝给他们的帮助，上帝亲自为他们征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是寻求上帝帮助最好的方式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一直在推动中保代祷事工，就是期待透过祷告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领受上帝的帮助。前几天我们有一次代祷团的所有弟兄姐妹的聚集，
在这个聚集当中，有许许多多的参与这个代祷事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亲自见证，在他们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上帝就亲自动工，带来帮助。我们未来会请他们把这些见证录制成影片，在礼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。在我听他们每一个见证当中，我都真实的去感受到，上帝真是以便一切，为我们带来帮助的上帝。所以总结来说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或是我们在个人的生命当中，都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，都能够得到上帝如同稳固的磐石一样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悔改认罪，倾向上帝，一心归顺他，单单侍奉他。而当我们遇到试炼困苦的时候，我们献上祷告，祷告之后全心信靠神，深信以便一切的神，他要以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。神的恩典必然会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，带给我们祝福。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的牧师娘前一阵子生病了。事实上，从今年3月份开始，牧师娘在例行的检查当中，发现左边的乳房发现肿瘤，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治疗。我们在3月份开刀，那休息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开始牧师娘开始接受化疗，然后再接受放射线治疗，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治疗当中。而如同大家所知道的，当牧师娘开始发现生病之后，又遇到疫情，那时候教会的各项事工也有很多的转变，我的工作也特别的忙碌。在那段时间内，无论在教会或是我的家庭或是医院，在这个3个地方奔走，其实说不累真的是假的。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身心非常的疲乏，特别是心灵当中的压力。我记得在那段时间当中，正好我又答应总会的传道师训练，必须到新竹去，有5天的训练会，就没想到在这5天当中，牧师娘她忽然间发高烧，原来是感染了，细菌感染，肺部积水。那回到台北之后，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去住院。那时候医生甚至跟我们警告说，如果这个没有及时的治疗，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后来牧师娘在那段时间住院13天，在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了。我觉得说自己忙碌总会或是教会的事工，对于他的照顾真的有缺失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上帝让我虽然在非常大的压力之下，但是依然可以看到上帝给我的盼望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真的去体验到上帝是以便一切的神。有许多人很多知道的人对我们有很多的关心跟带导，教会的小会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。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，牧师确信这是上帝对我们信心的一种磨练，是为了提升我和牧师娘以及我们全家2个孩子的信心。在这段时间当中，我真的体验到，真正的信心是当你自认为你对这个事情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定睛看见神在这个当中的恩典跟帮助，让我真正体验到上帝是以便一切，恩典够用的上帝。
从过去到现在，他都帮助我。今天是我们教会所定感恩节的主日，牧师也要你们细细去体会你们生命当中所领受的恩典。我们特别为此献上感谢。我们深信这个以变以谢的上帝，他必然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，都可以成为我们永远不变的帮助。愿上帝亲自赐福我们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认识你时，我们就走上恩典之路，也就是你为我们预备全新信靠的道路。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，也许会遭遇许许多多的困苦、患难、试炼，但是主的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的帮助随时都在，因为你是以变以谢，你的帮助就如同磐石一样稳固的恩典。求主持续的浇灌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引领我们看见你所带来的祝福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。我们深信上帝要引导我们走入他恩典之路，走向他所赐给我们盼望之路。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手要牵引我们走整个人生的道路。如果你愿意将你的手伸出，让上帝引领的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牧师要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手放下来。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目前正经历许多大的挑战，很大的试炼，你甚至觉得你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你需要别人为你祝福祷告，需要上帝而来的帮助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们的代祷团队会为你祝福。好，我们的代祷者请协助这些人祷告。好，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，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好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我们需要很多帮人家祷告的人一起来协助哈。前面这边还有哈。我们其他的人也为自己祷告哈，求上帝保守。前面这边还有。
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是以便以谢的神，是祝福我们的上帝。主啊，你也是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深信你为我们预备恩典之路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，求你引导、保守、眷顾，求你赐下你的帮助。我们愿意全心信靠你，恳求您祝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以奉献来继续以下的礼拜。请大家起立做奉献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，感谢你保守看顾台湾。当武汉肺炎还在全球肆虐时，你保守在这个岛上的人民都能够过正常的生活。我们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状态，也求主持续保守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，依照政府的指示做好个人防护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周遭的人。也求主保守看顾全世界人受武汉肺炎肆虐的国家与人民，恳求主亲自掌权，减轻他们的不安与痛苦，让这个疫情能够很快的受到控制。我们也要感谢你赏赐我们够用的恩典与才能，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所需不致缺乏。在此，我们献上微薄的奉献，作为圣工所用，求主悦纳。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请坐。接下来我要报告教会的消息。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感恩节主日，让我们时时数算主恩典，日日分享主慈爱，并透过我们的奉献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福音事工。今天下午有个感恩节的音乐会是在12点45分开始，那地点是在10楼礼拜堂，节目有非常多，请大家再自己看。那欢迎兄姐留步聆听，一起用音乐来献上我们的感恩。肢体关怀，本会会有欧神庙姐妹欧圣运弟兄的母亲于11月5号安息主怀，已于11月18号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与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有陈瑞雪姐妹于11月18日安息主怀，定于12月4号礼拜五上午10点半在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与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恭喜本会会有陈浩敏弟兄与蓝雅慧姐妹，是蓝德崇跟严珠令长老夫妇的女儿。那预定在11月28号本周六上午10点在10楼礼拜堂举行感恩结婚礼拜，愿上帝赐福新人及他的全家。本会会有卓莹莹姐妹与林聪庆弟兄定于12月5号下周六上午9点半在高雄3一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愿上帝赐福新人及他们全家。这时我们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那这时候我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哈。这边有一位叶美红，应该是小姐哈。好，欢迎哈。好，请坐哈。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没有介绍到的？那我们请这些贵宾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做进一步的介绍跟接待。那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扶持与相通，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互相请安问候，愿上帝亲自赐福。